各位的兄弟姊妹平安，感谢上帝，咱今仔日又搁在伫网顶三合见面，伫这个所在，咱来敬拜主，因为今仔日是主的圣日，所以咱无论伫什么所在，伫本国、伫其他的所在、外国，咱拢有法通借着这个网顶的聚会来敬拜神，求主甲咱同在。求伊的圣灵借着伊的话语，互咱明白伊的心意，也带领咱伫属灵顶面搁较进一步，这个成熟来顺服上帝的旨意。咱三合头祈祷，亲爱的主啊，阮知影伫在日子当中，虽然有伫环境顶面不顺利，正亲像这个耶稣叫伊的门徒伫加利利海拄着的风浪一样。伫这个风浪当中，这门徒拢真惊吓，惊丧失了因的生命，惊拄着危险，所以因就伫遐呼叫主来帮助因。但是主耶稣这个命令风甲浪停止的时阵，风浪就照着主耶稣的命令，风停浪静。在门徒拢真惊奇，真奇怪竟然这位耶稣连风甲浪拢听从了伊，对上帝、对主耶稣又搁再深一层的认捌。主啊，阮也是伫这环境当中拄着风浪，但是求主你帮助阮。互阮知影主甲阮同在，阮就毋免惊吓，因为主无离开阮，也无放杀阮。上帝，阮将今仔日这段聚会的信息来交托你，求主你借着你的话语，来帮助阮属灵的生命搁较亲近你。阮安尼交托你祈祷，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有一位神，有权能创造宇宙万物，
位神，有全能创造宇宙万物，也有温柔双手安慰受伤灵魂。有一位神，宝座在荣耀的宝座，却死在十架挽救人堕落。他有权威荣光，他有恩典慈爱，他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各位兄弟姊妹平安，感谢主，咱搁伫这个网顶三合见面，三合来敬拜主。咱世间人啊，活伫这个世上啊，常常有真侪世事、真侪烦恼的代志来缠绕咱，心中啊常常失去平安，失去喜乐。常常忧愁，但是神总是用伊家己的话语，伫需要的时阵来帮助咱、安慰咱、赐予咱力量。你会记得伫新约腓立比书腓立比书第4章第4节到第7节安尼讲，这是保罗安慰的话，甲咱讲。恁着苦主常常喜乐，我搁再讲，恁着喜乐，着叫众人知影，恁有谦让的心，主已经尽了，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甲感谢，将恁所要的共神讲。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的确伫基督耶稣内，保守恁的心怀意念。这段话语是上帝伫咱伫任何什么时阵，咱着常常喜乐，靠主的恩典来喜乐，才着基督交托上帝，伊就要圣灵就要赐咱内面的平安。是超过咱所想所求的。真侪时阵啊，咱传福音啊，常常会拄着问题。有诶是对外面来的，有诶是教会内面的，拄着遮个代志。甚至有人批评、论断。那么咱每逢拄着这个代志，要怎样呢？咱知影上帝的仆人、使徒。常常出去传福音，经常拄着问题的代志。那么这个彼得呢，伫今仔日咱的信息当中啊，咧讲到的，就是这个题目啊，就是福音啊，是先托外邦人，然后呢要托先托犹太人，然后呢托外邦人。伫这段过渡的时期啊，就是对外邦人对犹太人福音传到犹太人到外邦人这段过渡时期内面，也拄着代志，拄着
教会内面的批评魔鬼也伫遐咧作乱。那么彼得呢，伊怎样伫即款批评当中来解决代志，荣耀上帝的名呢？这段经文是记载伫《使徒行传》第11章第1节到第18节。头一点咱要讲到彼得甲伫耶路撒冷城内一些信徒受到因的批评，那么彼得怎样来应付呢？因的控告的代志是啥物呢？就是彼得受到在律法主义的犹太信徒的批评，因为彼得到该撒利亚这个城市的一位罗马的军人叫做百夫长哥尼流叫因厝内的人，叫一个朋友外邦人，叫因交来往接触，踮因兜食饭的这项代志，受到耶路撒冷在领袖的质问甲批评。圣经安尼讲，第11章第1节到第3节，使徒甲犹太的众兄弟听说外邦人也领是有了上帝的道理，一直到彼得到耶路撒冷去的时阵，怀疑奉国礼的门徒甲彼得甲伊争论起来，因讲恁进入了未受国礼的人的家庭当中甲因三甲食饭啦，甲因食饭有啥物问题呢？真平常的代志嘛。但是呢，对犹太人来讲毋是一项平常代。在犹太人若到外邦人家庭当中食饭，三甲做一个有交流沟通对因来讲当时初期教会是无法通接受的，无法通容忍的代志。咱来看，这圣经节内面讲到，这使徒是上指上呢当然彼得无在内，因为彼得已经伫外面传福音了。留伫耶路撒冷的可能有11个，或者较少因为十几个在使徒抑搁伫耶路撒冷，伫咧造就在初信主的人，伫遐咧服侍，继续伫遐咧传福音。也有一家犹太的信徒本来是犹太教，后来听福音了信主的人来即搭讲到奉国礼的门徒，意思就是本来是犹太人的这犹太教，因是奉国礼因要做一个属于上帝的行礼到因立约的一个行礼必须要有国礼，才有法通成做上帝属于上帝的人那么在奉国礼的门徒，就是指在犹太教要信主的人那么即搭讲到国礼是啥物意思呢？国礼是将男的生殖器官的包皮割起来割起来，食做一款的礼仪即款的风俗习惯呢，原来是中东古代民族有常用的一家习惯。后来互神上帝来使用，作为神甲人立约的证据。旧约有几若个约头一个约的呢，这个亚伯拉罕，上帝甲亚伯拉罕立约的时阵，就用
割包皮来做一个证据，当做说跩受割礼的人啊，是属上帝的人咯，因着守条规，守跩上帝的规律啊，是因为跩是属上帝的人咯。所以这个割礼是表明说神甲人啊立约的证据啊，表明什么呢？表明人甲伊这个犯罪的旧生命、旧生命的决绝咯，单单要活靠上帝无靠肉体来过伊的生活就遵守神的话语。那么信主的人呢？伫新约时代，信主的人呢毋是用这个割礼来诚做属上帝的行礼，咱是用什么？信主的人，每一个真正接受主的人，有圣灵徛起伫伊的内面，所以有圣灵的人就成做上帝的行礼，是属神的人咯。所以有圣灵的点伫咱的内面，咱就知影伊是属神的人。要怎样知影呢？圣经讲圣灵甲咱的心同证明咱是属神的人。所以咱一个真正接受主的人，咱会知影心来知有圣灵伫我的内面，我有内面平安。每一摆我做啥物毋对的代志，圣灵就伫遐咧控告我，咧带领我。我的内心呢真清楚，我会知影我是属神的人。所以圣经讲圣灵给咱的内心证明咱是属神的人。所以旧约是用割礼来证明证据，说伊是属神的人。那新约的信主的人有圣灵诚做印记，来诚做咱知影是属神的人。所以只有这无相的人。那但是有的人只伫肉体顶面割礼伊说无我做一个仪式将这个包皮割下来，做一个割礼的记号。但是伊的生活若无改变凡是罪恶当中伊等于是无受割礼的人咯，等于是无受割礼的人咯，因为无伫生活顶面表现出伊是受割礼的人，所以就失去了迄个功效咯。所以实际上伊是无受割礼。虽然伊是受割礼，但是伫生活顶面无受割礼，因为伊的生命无改变咱信主的人有圣灵的证据的印记，咱才知影咱是属神的人。那么跩犹太人听到彼得伫外邦人向讲的传道并是跩伫耶路撒冷的使徒叫做信徒反对彼得向跩外邦人传福音的代志。因所以的反对，因争辩的内容是啥物伊就责备彼得讲彼得你为什么入去怀无受割礼的人的家中呢？甲因三甲食饭呢？这个食饭到底有啥物问题呢？所以犹太人信主的，因一方面接受耶稣做因的救主，诚做耶稣的门徒咯。但是一方面也无放弃旧约时代在行律法守律法的习惯。有的人甚至认为，甚至主张外邦人若要信主的确得干那只受割礼，伊才得救。哇！这无合真理有的人讲说恁着守旧约的律法，比如说食物件，恁袂用食无肮脏的物件、无洁净的物件，袂做咧食。犹太人对跩真严格会遵守若有人犯对犯了跩食物件无洁净物件，就是
得罪了上帝啊，就是犯了律法哦。吼，譬如伫即个利未记11章内面有讲到一件，啥物袂出咧食咧，啥物是暗赞无洁净诶？比如说有诶动物吼，伊说凡啊是蹄蹄有诶动物吼，伊诶蹄马蹄还是骆驼蹄所以伊诶蹄若分两版诶有诶是一版诶，有诶是分开诶，中头分开，分做两版诶，而且是倒布吞落去布咧食物件吼，这个反绝倒绝，意思就是倒食了吼，后来来枵了，佫吐出来，喙内继续直加直补，这个叫做倒绝这些动物所以就会食咧。所以凡若是动物伊是分蹄，佫是倒吐出来补，吐出来食诶，这动物是圣洁的是洁净的，犹太人会做咧食。但是呢，有诶人有诶动物伊是伊也是倒绝吐出来食，但是伊诶骹无分开的即款诶动物会做咧食啦，亲像啥物呢？骆驼啦，camel， 这是伊吐出来食诶。有时咱看伫沙漠内面我骆驼倒咧涂骹了，但是看到伊诶喙直咧咬物件，伊就是反绝倒绝，伊就是食物件落去放咧一个所在，后来枵了，佫吐出来佫咬。但是骆驼伊诶腿伊诶骹蹄无分，伊是一个蹄单蹄兔也是安尼。咱中国人也爱食兔肉兔肉。其实兔肉伫圣经内面也是无洁净的，因为兔伊虽然是分蹄但是因为伊是兔也是叫倒绝，但是伊无分蹄啦，兔也是无分蹄，所以也是无洁净的。猪也是同款犹太人甲跩中东的人Muslim 因无食猪肉，因无食，因为旧约这个猪因为无分蹄伊无分伊是分做两版，但是伊无出来食的猪因为分做两版，咱看猪，咱注意伊毋是一个安尼猪也是有分开的，猪是分版，但是伊无吐出来食的，所以猪肉也是无洁净的，因为虽然是分蹄，但无吐出来食的。那么海鲜呢？若是有蓝的，才是圣洁的才是洁净的。有迄个有鱼翅的，安尼就较咱食果哩迄个顶骹鱼的顶面有安尼的，迄个会做咧食咧有蓝的，佮有鱼翅的会做咧食。但是呢，若怀海鲜亲像鳗鱼咯，无蓝佮无翅咯虾咯、鲫咯，跩是无洁净的所以犹太人袂做咧食，因是无洁净的所以犹太的基督徒真拒绝无洁净的物件，所以犹太人为着要避免食毋着物件，就避免就交做外邦人去引导避免所以犹太人去外邦人引导，甲因相合食，因为因咧食的是无洁净的可能你毋知影去食着无洁净的，所以就避免无甲因接触，无甲因来往，无入去引导做人客食因的物件，所以因就有即款的问题。所以犹太人为什么无爱交跩，就是即款的原因犹太人毋单单是因为甲外邦人因的文化有无同而且对真理理解也是无同，
但是最重要也毋是伫即个所在吼，最重要就是因认为哦，伫几百年来啊，跩外邦人啊，亲像跩希腊人咯，啊，亲像跩罗马人咯，统治犹太人几百年内面啊，犹太人直直反抗因，主要是要干啦？爱互因有伫即个洁净，互因保持即洁净食物件洁净的即个权利。所以吼，因真为着即个来抗争。所以罗马政府咧统治因的时阵吼，也尊重因跩食的习惯，尊重因，所以毋敢去插因，虽然因管理但是也是互因有即款的习惯，来有即款的洁净的食物无随便食的即款的情形啊。那么即个时彼得伫外邦人传福音，向哥尼流传福音的时阵啊，因就听说，哎呀，彼得叫做外邦人伫厝内咧三合食饭啦。当彼得就来到耶路撒冷的时阵啊，因就食饭诶，食问彼得啥物啊？伊说：恁敢若是叫做外邦人啊，伫因兜啊食饭诶。意思就是恁犯了犹太人的习惯，犯了种个即个旧约的礼仪，并且跩人佫无受割礼的人啊。所以彼得就徛起来回答，就是15:10，伊就将即个哥尼流怎样得到上帝的即个异象上帝向伊显现即个异象，甲向彼得显现即个异象的代志，向跩犹太的信徒叫跩使徒讲清楚，搁再讲一遍。伊讲伫该撒利亚即个城内啊，有一个百夫长啊，叫做哥尼流啊。伊是敬畏上帝，伊的厝内人也是敬畏上帝，而且常常救济有困难的人，而且对于一家犹太的即个条例也有遵守，虽然毋是完全的，伊也是有遵守，并且因跩是敬畏上帝的人啊，常常祈祷啊。所以有一日啊，因即个哥尼流中午咧下晡3点咧祈祷的时阵上帝就向伊显明一个异象啊。这个异象是啥物呢？就是向伊讲话，这个天使向伊讲话。伊讲哥尼流啊，你做的好代志，常常帮助有需要的人，并且你的祈祷佫望上帝纪念咯。现在你找人去到这个约帕这个所在啊，有一个叫做西门的彼得啊，伊伫遐，你请伊来恁兜，伊要将重要的话要关于你甲恁全家得救的、信主得救的代志要甲你讲。所以哥尼流就找3个人派去你约帕迄个所在去，行到第2日要将军日斗中，约帕这个彼得伫约帕这个所在啊，伊12点伫咧祈祷啊，伫这个厝顶伫咧祈祷啊，上帝也是向伊显明这个异象啊。这个异象是啥物呢？就是对天顶有一块布四个角白咧退起来，中头布内面啊有各款的动物啊，而且有鸟只，天顶飞的鸟，蛤昆虫啊，伫内面对天顶退落来，
到彼得的头前啊，有声音甲伊讲：彼得啊，你将怀抬咧食，抬起来食。彼得听到即个声，伊说：主啊，袂做的啦！我从来毋捌食到这无洁净的食物啊，因为对阮的律法违反了律法，所以我无要食啊。即个声音3摆落来，讲同款的话。彼得啊，你将这抬落去食啊，因为这我是所洁净的啊。凡我所洁净的，毋通当作是俗物，就是无洁净的物件，毋是一直经过上帝我来洁净的咯。落尾彼得才知影，原来上帝是要向因讲啊，向伊启示一个真理啊，就是毋通将外邦人当作是无洁净的、暗淡的，毋通将外邦人来当作是无洁净的，是俗物啊。因为凡係上帝所洁净的，你袂做將伊當作俗物啊。彼得才知影這個真相，所以伊伫咧謠語當中，上帝就向伊顯明這個真理。後來佇迄3個對該撒利亞所找來的人到了，就入去引導，叫彼得講：阮主人怎樣。有一個異象出現，叫阮派阮來請你去。所以彼得聖靈甲伊講你帶因去所以彼得就甲因去。去到一個所在，這一日起來因要向彼得跪落來，彼得甲講說毋通跪我因我也是人啊。落尾彼得就跟講道理，講3篇道理。佇10章佇使徒行傳第10章，咱有講過咯。講了3篇道理了後，要講到最後是這個就看見聖靈充滿，聖靈就降臨佇這個哥尼流叫厝內人，佇在座的懷人降臨佇伊身上啊。因逐個人就被聖靈充滿，然後因就去讚美上帝。所以是既然這是上帝，我聽了因先祖，而且有聖靈降臨佇因的撒旦，所以彼得就向全人講啊：是各位啊，所以外邦人聽到神的道理了，聖靈就降臨去讚美上帝因就有比內面就充滿，叫咱當初時佇耶路撒冷聖靈頭一擺降臨的時陣撒旦我有啥物權利？為什麼我無法能？既然這是神的我為什麼來換做神的嚟甲伊受浸呢？所以就找人甲伊受浸，所以咧因聽了這話了後你知影伊的結果是怎樣呢？因聽了這話了後因就講聖經佇第18節彼得靠着聖靈的感動，將所經歷的一集的甲伊講清楚。這眾人聽見這話就不言語了，就無佫講什麼，無佫批評的，無佫論斷的了，無佫講因什麼了。只什麼？只有歸榮耀予神。哎呀，這句最最重要的，只歸榮耀予神。落尾因講若是安尼看來神也賜恩予外邦人叫因悔改得到生命了。咱看，因雖然傳福音受到批評，但是最後佇聖靈的帶領內面有一個好的結果
因为神赐恩托跩外邦人，叫因也是会悔改，也是得到生命，新的生命。所以即句话是表明什么啊？在文道哦，拢真清楚真理。这个真理什么？毋但啊，救恩是神的恩典赐托外邦人的，连悔改也是神的恩典赐托外邦人的。所以圣经在使徒讲，这样神也赐恩托外邦人。所以连因的悔改，连因的信主，连圣灵的充满，拢是上帝的赐恩托跩外邦人，叫因跩得救，叫因跩悔改得救，得到新的生命。所以因伫遐就欢喜咯。所以这项代志啊就解决咯。伊的结果是啥物呢？就是归荣耀托神，只归荣耀托神啊。所以兄弟姊妹，福音啊是神的大能量啊！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先对倒落开始犹太人，然后托跩外邦人、希尼利人。那跩信主的人，无论伊是犹太人，无论伊是外邦人，所伫即个信主了，伊就是伫基督内面啊，诚做一家咯，诚做教会内面的一份子，诚做教会基督的肢体的一部分。基督是因的头，信主的人是肢体拢三甲伫教会内面服侍主、荣耀主、传福音。但是魔鬼当有信主的所在，福音传口的所在，魔鬼也是伫遐咧捣乱伊毋甘心，常常伫教外还是教内伫咧破坏上帝的工作。所以今仔日这段经文就是伫教会内面所发生的本来有跩问题来，有法人可能若讲无好势，可能会造成分裂、无和睦的对立，可能会诚做对立。但是神的旨意犹太人甲外邦人信主了，应该是一家。但是撒旦就利用教会跩律法主义的跩人来加添跩信主的外邦人叫因着行割礼，叫因着毋通食怀无清气的、无洁净的物件，才有法人接受因诚做教会内面一份子，诚做属神的人。但是虽然跩伫耶路撒冷的跩领袖有即款的偏见，但是伫彼得伫圣灵的带领内面呢，真顺利的解决了这个问题。最后的结果是啥物呢？只归荣耀托神。所以兄弟姊妹，你是毋是捌互人批评，还是伫教会拄着啥物无合的、无清心的代志，还是受到攻击的代志？咱由圣灵伫咱当中来做工咱知影彼得毋是用争论毋是用去辩驳这项代志，伊是将所经历的代志一五一十的讲出来结果是啥物呢？归荣耀托神，这是真美好的一个结果凡若是无论啥物代志发生靠主、靠圣灵的带领来帮咱，咱最后的结果，最第美好的结果就是归荣耀托神，神的名得到荣耀。咱人虽然有受到批评，但是伫圣灵的带领内面咱吞论跩拢要过去，
也毋通将仇恨摕伫心内，毋通记仇，毋通仇恨。咱求上帝赦免人，也是赦免咱家己会无够业的所在，愿神会得到荣耀。所以兄弟姊妹，恁伫教会当中，或者伫外面是毋是捌拄着遮个问题呢？你是怎样应付呢？是靠主，还是靠咱家己？靠咱家己的血力，用咱的血气，用咱的血力之体，用咱家己的手段来解决呢？但愿咱是靠主的圣灵，最后的结果就是只叫神的名得到荣耀。愿主祝福各位兄弟姊妹，求主甲咱同在，咱三下头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阮知影福音是上帝的大能力，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先伫犹太人，然后是外邦人。阮做外邦人有机会来接受福音，接受主耶稣做阮的救主，是大大蒙上帝恩典甲祝福，毋是靠着阮的真好的行为乃是靠着上帝的恩典，叫信心来接受主的拯救。阮感谢你，虽然阮有伫信主的这个路程当中会拄着反对，会拄着问题，但是阮知影，只不过是一个试炼，互阮信心搁较坚固。毋是靠着家己，那是靠着主的大能大力，才有法通成事。阮感谢上帝，伫阮人生道路顶面，伫这个行12架的路程当中，求主甲阮同行，求主甲阮同在，靠着主的恩典来得胜一切的问题。阮靠主的名祈祷，奉耶稣的名求，阿门。